我哋可以睇到最新嘅消息啊。當然而家目前消息仲未有一個明確嘅官方嘅說法，但係我哋可以從最新嘅消息嚟睇呢，蘋果正在向美國政府佢哋尋求，希望能夠獲批去採購中國長音存儲嘅內存芯片。咁我哋試想一下，點解蘋果喺呢個時候想採購中國長音存儲嘅內存芯片呢？咁背後嘅原因又係咩嘢呢？其實講到背後原因啊，我哋就可以聯想到近期蘋果、微軟等核心產品嘅漲價預期。我哋可以從相關數據顯示啊，蘋果旗下包括 Mac、iPad 等相關核心產品啊，可能會因為採購成本嘅大漲而採取漲價20%嘅措施。咁最高嘅漲價部分咧，可能會達到$300以上。咁假如蘋果嘅核心產品最終採取漲價嘅措施咧，咁可能直接將佢嘅價格成本啊，直接轉嫁俾消費者。當然咧，對蘋果呢一啲大廠商嚟講咧，轉嫁俾消費者，其實對蘋果自身嘅品牌影響咧，其實影響係有限嘅。但係市場更擔心嘅係，如果蘋果接落嚟繼續採取把採購成本繼續轉嫁俾消費者嘅方式咧，咁好可能會影響到消費者對蘋果呢個品牌嘅信任度同埋依賴度，特別係用戶對於蘋果品牌嘅忠誠度，亦都會有所動搖。呢個對於蘋果嚟講咧，直接影響到佢本身堅固嘅用戶根基。咁對於微軟嚟講咧，佢旗下嘅 Xbox 已經唔止係一次漲價啦。咁受到存儲芯片、內存芯片價格暴漲影響咧， Xbox 已經係出現咗多次漲價嘅表現。咁受限於存儲芯片、內存芯片價格嘅暴漲咧，咁對於呢啲廠商嚟講咧，亦都不得不考慮成本管控嘅問題。從佢哋自身嘅角度去思考咧，要麼就通過替換採購商或者替換相關產品嘅方式嚟降低採購嘅成本，要麼咧就通過把成本轉嫁俾消費者、轉嫁俾供應商嘅方式咧嚟達到成本管控嘅目的。但係無論係採取邊一種嘅應對方式啊，咁實際上咧，對於品牌嚟講都可能會動搖用戶對該品牌嘅忠誠度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睇到而家對於蘋果、微軟等相關巨頭公司嚟講咧，目前正處於非常之被動尷尬嘅局面，因為而家邊個都冇辦法諗到接落嚟存儲芯片、內存芯片價格會點樣走。咁如果接落嚟存儲芯片、內存芯片價格繼續水漲船高咧，咁恐怕對於呢啲巨頭嚟講咧，將會有進一步漲價嘅壓力，甚至呢一輪嘅漲價潮啊，唔淨止體現喺消費電子領域，而且咧仲可能會延伸到各個核心領域之中。咁到時候啊，將會由 AI 所引導嘅新一輪嘅通脹壓力，會引發美國等市場新一輪通脹壓力嘅抬升。咁對於呢一輪嘅存儲芯片、內存芯片價格嘅暴漲啊，咁其實背後嘅推動力究竟係咩嘢呢？咁可能對於投資者嚟講啊，亦都唔係好清楚點解呢一次存儲芯片、內存芯片價格會漲得咁犀利。咁實際上呢，從本質上分析啊，歸根到底就係在於呢一次AI 需求或者 AI 爆發式增長咧，係從根本上改變咗整個核心產品，特別係消費電子核心產品佢嘅產品價值。因為過去咧，好似 iPhone Office 呢啲產品咧，過去就係單純嘅係應用嘅軟件或者係單純嘅一部手機。咁但係而家喺 AI 加持嘅影響之下咧，佢就唔淨止係單純嘅 Office、單純嘅蘋果手機啦，咁而係因為受到 AI 加持嘅影響咧，
佢嘅產品嘅價值、產品嘅使用屬性咧，亦都發生咗實質性嘅變化。咁隨住成個產品嘅使用價值，佢嘅生產效率嘅大幅提升咧，咁亦都促使咗整個產品嘅價格出現水漲船高嘅表現。因為從消費者角度嚟講咧，都希望能夠嘗鮮一下 AI 加消費電子產品或者 AI 加相關應用產品嘅體驗。咁如果呢種體驗咧係令消費者達到前所未有嘅體驗嘅舒適度咧，咁好可能消費者願意為呢一種新穎嘅產品而買單。咁我哋可以觀察到啊，其實唔淨止係微軟嘅 Micro Office， 而且對於蘋果嘅iPhone 啊 iPad 嚟講咧，已經係採取咗 AI 加持嘅措施，而且 AI 加持唔局限於部分嘅巨頭產品咯，而且對於各個領域各個核心環節，亦都係深受 AI 加持嘅影響。所以隨住 AI 加持產品價值嘅大幅提升咧，咁亦將會引發新一輪嘅市場消費需求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對於呢一次全球 AI 資本開支嘅持續加碼咧，亦都係導致咗存儲芯片、內存芯片價格嘅水漲船高。咁其實從整個 AI 產業鏈嚟講咧，目前最賺錢嘅係兩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咧就係 GPU 領域，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存儲芯片、內存芯片部分啦。咁呢兩個核心部件亦將會直接影響到整個 AI 產業鏈嘅毛利率同埋淨利率。咁而亦即係話咧，對於呢兩個核心產業鏈嚟講咧，相當於整個 AI 產業鏈嘅賣產人嘅角色。咁如果對於企業嚟講唔能夠有效解決呢兩部分嘅採購成本咧，咁整個產品嘅價格亦將會無法得到有效嘅控制啦，咁直接影響到整個企業嘅成本管控能力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可以睇到其實呢一次嘅 AI 加持、AI 爆發式增長嘅背後咧，其實已經係引發咗全球市場新一輪嘅消費嘅需求，而關鍵咧亦都取決於消費者是否願意為呢一次 AI 加持產品而買單。咁如果消費者有強烈嘅嘗鮮感或者對 AI 時代產品屬性、產品服務有更高期待咧，咁消費者自然願意花更高嘅價錢為呢啲相關產品而買單啦。當然，如果接落嚟 AI 資本開支增速出現實質性放緩咧，咁可能會引發存儲芯片、GPU 內存芯片價格嘅回落。咁但係對於雲廠商巨頭嚟講咧，邊個都唔願意自己成為第一家主動縮減資本開支嘅企業。點解因為對於雲廠商嚟講咧，邊個選擇第一間成為削減 AI 資本開支嘅企業咧，咁未來邊個咧將會喺呢一次嘅 AI 競賽中咧失去咗戰鬥力，失去咗競爭力。因為市場認為，因為呢啲公司缺乏充足嘅現金儲備，缺乏充足嘅競爭力，所以先至主動削減 AI 資本開支。咁如果邊個開咗呢個頭呢？咁可能會有更多嘅雲廠商跟進。咁當然啦，目前嚟講，邊個都唔想成為第一間主動削減 AI 資本開支嘅企業。而且從目前各大雲廠商巨頭嘅主導法嚟睇呢，佢哋更可能為市場釋放出一種削減資本開支嘅預期，而唔係真正嘅行動。所以咧，呢種朦朧嘅預期亦都俾存儲芯片價格帶嚟咗一定嘅不確定因素啦。咁當然，如果邊一間企業能夠率先主動去提出削弱自身嘅資本開支預期咧，咁可能會有更多嘅雲廠商跟進啦。咁如果多家雲廠商紛紛宣布主動削減 AI 資本開支咧，咁好可能就意味住呢一輪存儲芯片、內存芯片價格牛市將會步入尾聲。咁當然啦，對於存儲芯片具體嚟講咧，呢一波嘅行情確實係食咗唔少嘅利潤啦。而且對於好多消費電子產品嚟講咧，不得不
通過30%、40%甚至係50%以上嘅採購成本嚟換取佢嘅產品價值。咁而家存儲芯片價格水漲船高啊，其實呢個高昂價格已經係深刻影響住整個 AI 產業鏈，深刻影響住整個消費電子領域佢哋嘅價格話語權啦。咁所以對於接落嚟嘅時間裏邊呢，蘋果已經開始感受到壓力，微軟呢亦都不得不採取降價嘅措施嚟應對高昂採購成本嘅壓力。咁未來唔排除呢會有更多嘅企業、更多嘅品牌會跟進漲價。咁呢一次由存儲芯片暴漲、GPU 價格水漲船高而引發嘅新一輪嘅 AI 通脹壓力，可能佢嘅漲價效應呢會延伸到各個核心部位或者係各個品牌。咁對於全球市場嚟講呢，下半年呢仲係需要警惕新一輪消費通脹壓力嘅抬升。咁到時呢，對於整個行業、整個市場嚟講呢，亦都可能會影響到佢哋整體嘅投資邏輯啦。咁你認為對於蘋果、微軟呢一類嘅巨頭廠商，佢哋採取產品漲價嘅措施，到底是否具有持續性呢？或者係呢一輪嘅漲價潮啊，會唔會擴展到更多嘅領域呢？歡迎大家關注我節目，同時歡迎大家呢喺評論區裏邊講我自己嘅睇法。我哋下期節目再見。